一起步嘅時候咧，都算速得好齊啊，所有馬順利起步㗎，咁啊出得最快嘅咧，咁啊見到咧就似乎咧中檔啊啲海軍王啊出得快少少嘅，咁啊跟住出嚟隻純金條嚟㗎嚇，然之後內檔嗰邊啦，咁啊見到咧健力 K 啦，同埋多情暢遊啊，跟住外檔埋緊嚟嘅馬咧，仲有咧就出邊咧就係啲嘅冠南北啦，然之後咧外檔埋緊嚟嘅馬咧就槍彈高速嚟嘅，咁再後啲嘅馬啦，先見到咧仲有中間就開局猛攻啦嚇，外碟隻戰意十足，暫時好似住位先，咁啊內檔嗰邊就有隻收勁男子啦，然之後嘅馬咧仲有健力 K 匿咗喺內檔啦，咁啊再跟住嘅馬咧先見到中間咧仲有華德戰士啊，咁再後啲咧就秋天先機就匿喺內檔是真啦，咁啊外檔埋緊嚟嘅馬咧仲有咧就飛力揮灑啦，然之後貼住欄嗰邊咧仲有心激動喎，咁暫時後啲嘅馬啦就得勢之子啦、先步啦，同埋咧傳達啦，咁喺尾咧就編馬方程啦，同埋妙月式嘅，好啦轉到對面嘅時候啦，咁前邊咧單騎話放咗都好遠下嚇，咁呢匹咧就海軍王嚟嘅，放到成4個馬位咁遠啦，純金條就守住第2嘅，槍彈高速就守住第3，貼欄第4就冠南北啦，咁然之後嘅馬咧就健力 K 啦，喺守住喺第5位度啦，咪遮住一隻嘅2個馬位之後咧，先見到咧仲有咧就開局猛攻嚟嘅，咁啊拍住喺內檔咧熱門之一啦，咁就呢隻多情暢遊咯喎，咁啊再過零馬位之後咧，先見到咧仲有收勁男子啦，另一匹嘅熱門咧就秋天先機喺個內側嘅，咁呢個時候外檔咧就飛力揮灑上咗啲啊，然之後咧就華德戰士啦，咁啊再跟住咧先見到咧仲有咧喺佢後邊咧仲有咧就呢啲嘅妙月式啊、先步啊咁同埋咧編馬方程嘅暫時比較後啲啦，哇前邊呢隻使唔使放到咁快啊？呢個海軍王咧呢度大圖啊整一招啊，呢度帶成8、9個馬位咁遠嘅，咁啊跟住佢啲馬都幾索氣啊，咁啊槍彈高速啊、純金條呢啲咧一路暫時仲跟住佢啊，咁啊外檔有馬走上去咧就開局猛攻啦，同埋出邊嘅戰意十足都上咗啲㗎啦，咁啊跟住上緊去嘅馬咧仲有咧就啲健力 K 嘅，咁啊留意啦嗰啲多情暢遊啊、秋天先機好似都仲好定㗎啫，都未話大力騎落去㗎，掟出外檔嘅話咧仲有華德戰士啦，咁啊出邊咧仲有隻出啲嘅得勢之子咁樣嘅，好啦差唔多入到嚟最後直路嘅時候啦，咁啊前邊嘅海軍王咧啲優勢就減少晒㗎啦，代之起上到嚟就戰意十足嘅喎，好輕鬆嘅啫喎，跟住上緊嚟嘅馬咧仲有咧馬群中間咧仲有呢隻嘅飛力揮灑啦，然之後出邊上緊嚟咧仲有咧就呢啲妙月式嘅，最後200米嘅時候咧前邊咧戰意十足咧，哇走成3、4個馬位啊！呢個南澳打比嘅亞軍啊，好大機會喎，後邊上到嚟就妙月式啦，咁啊中間捱住咧就飛力揮灑嘅，咁前面睇嚟穩贏啦，戰意十足係今屆嘅昆士蘭打比得主啦，第2名就妙月式，第3名咧就飛力揮灑，第4名上到嚟咧就先步嘅，哦贏甩晒喎！你戰意十足咁犀利啊！大勝翻嚟啊！薛恩啊呢一場戰意十足啊，結果贏出今屆昆士蘭打比啊！薛恩啊！哦，呢件衫咧，練馬師配斯肯爾迪攞咗2隻馬過嚟都贏喎，咁樣啲好厚嘅多情暢遊秋天先機冇晒啦，跟到嗰冇啦都。俾嗰隻海軍王好似放散咗放亂咗陣腳可能有啲，咁但係就戰意十足啊！薛恩跑呢啲長途真係冇得頂啊！好啦，咁啊戰意十足，南澳打比就贏唔到啦，咁啊嚟咗昆士蘭就贏到打比。